保证这边王婆娘也没别种，你们没谁准备对的那种的，就给你不让他们不让享受吧，都把小节奏小不拉坑家啥，就什么上去他们这些我日常经过的讲最苦的就这王婆把了干嘛呗。下面这都是他妈没把那个什么可把钱别讲到也交出去我，现在老把人这都说了，那个当然娘呗，是不是他们这，南京那没吧，叫我做北上姐姐恐怕是，俺个把它查，这些都南北这什么年把它有娘多。上把长春做到三节吧，我都人来上把来修。首先呢，请大家发起菩提心，也就是为了要利益一切如母的众生都能够证得圆满菩提的果位，所以我们发心来听闻这一次的教法。对了，刚才不是说这你来的。说这半天，而且像呢，那些，要么头部拉着呢，人把它举呗，老中去当嘛，老中去当嘛，天来阳呗，那把那种忙不要的，天他们这就宁不就对吧？老中吞吞慢的，这叫玩意。这个修心的口诀是从阿底峡尊者历代传承下来，到冈波巴大师，然后再历代传承到现在。那修心方面的教法有非常多种，可以说最精要的结集，也就是修心7要。对了，老中吞那么吞个哪嘞？可是我这得光了送。唐不的我说的得空拉松。那么7个要点之中的第一个，也就是前行，所以这个在我们昨天讲过了。你把这我行我嘛的，对了，从他们上周就是么讲把当，那工作上周就是么讲把，你来，从他们上周就是么讲把的，开始出门。那么接着是正行的部分，正行呢又分为圣意跟世俗菩提心2个部分。那么圣意菩提心的部分昨天讲过了，接着讲的是世俗菩提心。那来了，东里尼个白马的家了，等于弄了讲不下，把天了说过，可些有嘞。那这里面的偈言呢，包含了许多，有杂修、2取舍、比二乘风习等等。那来了，他们身边他们这，让给那马些没用话点的买吧，不样些没用话点的买吧，他把都马些没用话点的买吧，印度他们这个人情不晓得是要的。由于每一个众生没有一个不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也没有一个众生生命不曾做过我们的孩子。那么尤其说每一个众生都曾做过我们的母亲，所以每一个生命对我们的恩德都是很大的。当然了，完了，现在这个没让给马挺卡这些东西，长个长呢，长个长头也长得很慢的才。光是一个生命，我们说他就曾经做过无量次我们的母亲哦，我们都数不清的，有多少身世的。这个妈妈是因为他那样，他按照来唐伯伯他们这，他真正意义上的老的空头比较嘛的，他空白写出他的了当妈。虽然说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
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升起一种这种知母念恩的这种感恩的心升起，所以为了要帮助我们升起感恩之心，所以我们要修持这样子的修心的口诀。他这了唐波，他身体马的，让给牛拉公，这个个人的成了老样的。首先，我们要先从今生的观想今生的母亲开始练习，我们升起感恩之心。所以这时我们要想母亲就在我们的前方，由今生的母亲开始练习，会比较容易帮助你观想。阿妹熬多差，阿妹熬多差呢，让给女的买呢，女的煮嘞出给我要的，女的煮的让给女的吃呢，出给我要的。首先，我们要想从最开始自己还在母胎中，那时候开始想，想想我们的身体之所以能够长成，主要就是靠着母亲的，可以说这个，在母亲的养分，从失去母亲的养分而得到的。现在那个老爸，扬州忙的是就业个刚吧，他这厂的问题，你马给女的具体不女了送，提高说马的这是不就不这子，我也能多的就多送，不按的差别高送，是不的就多送，厂他们的这是马的我听得很要的，我听得切的，马给女的具体上送的，马给弄好的是养的，马让给女的送来的。然后慢慢的想，我们在母亲的胎中，逐渐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等等，也慢慢的长成。那么让我们能够看到色法，听到声音，尝到味道，或者说有手可以做许多的事情。我们的腿也长成了，可以走来走去。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些所有的四肢五官，都是从母亲的养分而得到。而母亲也因为给予我们这些养分，她自己也失去了一些力量，脸色有时候也并不是太好。像怀孕的这个妇女的时候，常常会没有力气，或者说领受很多的痛苦。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人让呀，这人别告诉，马给女了，苏当山当人，这刚才吃不要的，这位告诉刚才白面吃不要的，但是这个他们这个心里的，那呀。这位告诉阿们，格里吃不吃的不结果嘞。那么接着在分娩的时候，那么母亲也是要经历很大的这个痛苦，那这个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今天介绍呢，今天阿妈给，今天他听上给他学长当，就是你学这些了，不过我没给他呢，对，今天对呢。娘，我们同到我妈的，家如果都大呢的，阿妈莫让卡拉塞当可是可以个就是养起来没问题呢，这样话对呢，那我们不对不对。那么孩子生出来之后，母亲呢也是要这个无微不至的给予照顾哦。那么孩子这个 baby 他冷了。饿了就要赶快的照顾他，包括喂奶等等，甚至几个月、几年的时间都要这样照顾着。那么母亲甚至自己的时间、照顾自己的时间都没有。黑到我了啥？黑到我他让给白马是吧？个人全部欣赏，啥么的，对。今天这咱老今天俺们个人什么也把上面，人家这个的，这从那天呢，他深圳，让给我先别给没了说话的，多多了说话，他们不我先把他们这老公，多样俺们这不成要的，人家们不成要的，上，今天样多了，你是有钱人，你是公平不的。所以透过了思维以上这一段，会对于母亲升起一种感恩之情。那么接着慢慢扩大这样子的感恩的心，
试着先从自己身边你认识的人、认识的朋友、认识的甚至是动物开始去想，他们曾经也可能做过自己的母亲，就像今生这样子的母亲一样，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德，所以这样子也对他们升起这种大的悲心。那这样的悲心，你是需要透过观修去习惯的，养成习惯。예, 대내랑에 뭐 맛이 밖에 메라서 뭐 담대라 봐. 이제 자체로 다 대거리서 뭐 예마고. 慢慢的再扩大去想不认识的人，他们也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等等，而升起大悲心，升起感恩之心。자체로 다네. 무슨 물림 들어야 돼. 심지어 담대 양태서 직발에 삼네. 대라고. 接着再扩大范围到所有世界上的一切的生命。대내 멤버 다 먼저 통해 내배 심지 내래 동을 세워. 야와 이다 tun조된 tun조. 야와 이다 요래. 나 동설라고 다 tun조 통해 예배 tun조 요래. 먼저 통해 내배 tun조 요래. 라면 망고 요래. 조탐제라고. 야와 이다 통해야 말이. tun조 통해 연계 명계 이 요래. 那么接着，我们再对于受着大苦的、剧烈的痛苦的这些众生升起，如母的这样子的一种感恩之心、悲心。譬如说，畜生、恶鬼、地狱道的众生。那么，地狱道跟恶鬼道，我们可能是见不到的。那但是同样，动物当中也有见到，也有见不到的动物。总之，都对他们升起大的悲心。나 아마시 경우에 심지 망자와 냐와를 요래. 망자와 냐외 동안 양대도 요래. 냐외 동안 배 마시 뭐 첨보래. 망자가 이제 삼로고 삼토에 장도 요 말에. 드레지 요래. 事实上，大多做过我们母亲的这些生命，他们可能都在地狱中受着剧烈的痛苦，受着各种不可思议的苦痛。다양 조점现在여섯 군이 시박이 숨. 정주 남들은 저거 나라도래. 여섯 군이 시박이 숨. 정주 남들은 저거 제바시 요래. 해나라 너무 바꿔 끈 거게. 상계 좀 된데게. 때라 잡아 장이 쇼게 값어. 되네 미식이라 다냐외 동안 숨. 해놓고 출래 이시지주제 이나야 되네 다 냐와스게 가르지 요래. 지금 르나마도 마히잔 세사 말이. 냐와 통만 용세. 통나마도 그 이세사 말이세. 지금 제 땡주는 땡로시 돼. 那么第四世的扎查仁波切曾经写过一个《菩提道灯论》的释论。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他的弟子叫做阿难陀。这个阿难陀尊者呢，就曾经对佛陀说过：听说很多人落入地狱，但是我没见过这个地狱啊，那我要见到我才信。你可不可以让我看到地狱长什么样子？그거 공 나좀 전부 누르대 여러분. 근데 다자랑에 땡이 오서 사차는데 샹부 선생. 근데 사차 샹부 선생인데 눈을 사샤요. 다 떠야 되면 요래서. 그들만 땡이 요 축도 통해. 对不起，这里不是佛陀，不是阿难陀问哦，是有一个人问阿难陀哦，他不信地狱，所以阿难陀尊者他是有神通的，所以接着他就告诉那个人说：“我给你看地狱长什么样子哦。”所以他就手就这样子一笔画，朝着大地一笔画，接着地就裂开了。裂开之后呢，就让那个人看到下面呢就是这个地狱的样子。有他妈的靠背，马上给我炸。 그 배 마시 관리 저기 대네 송대 그 칼라스야 가서 칼라스에 사와다 뒤태나 야와도 되나 칼라야 쭉용게 칼라케 나라 야로 마음이 고 뒤태나
卡拉马上的米路克，这个就是。后来这个人呢，他就总是记得这样一个地狱恐怖的景象，所以后来他的情况是，只要吃了东西之后，他又想到这个情况，他就会怕到吐出来，或者说还没这个咽下去，食物还没咽下去，还在口中的话，他会发现一想到这个景象，他甚至都没办法吞咽这些食物。然后就是这不吞住不送的话。因为买的，每个人买人这个嘛的是，因为东儿的那养到不给，东儿吃要的是，现在每就鸟往哪里接人家那个买这个驴了，没有东西什么的，当然俺的人家买东西什么的，每个买是开用的，都那样往死的噻，每个小几个人家买的小几个每个买都那每个买的干啥的噻。每个买的干起来了，每个买的东西种种的都是，每一路买个谁呢？他听这个东西全部掌握下来。那么第四世加强仁波切呢，他在注解中又提到说，地狱的火跟这个人道的火，那个简直是天地之差的这样子的剧烈啊。那么就是地狱的火是非常非常的剧烈，造成巨大的痛苦的。所以这是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如果感受到说这个要试着哪一个苦，是比较剧烈，甚至是只要跟地狱的苦一比的话，人道的苦甚至是舒服的。就是我告诉，这那个东西就是小，上去个师傅送没才的。应该是说，把这个地狱的火放在一边碰触自己身体，然后人道的火也放一边碰触自己的身体，会发现人道的火其实根本就是没什么感觉了，就跟地狱的火比起来。所以甚至还有一个说法呢，佛陀在佛经当中并没有很清楚地说出来地狱的苦到底是多强烈，因为呢，如果菩萨听到了这些内容的话，他们会这种升起太大的悲心甚至这个吐血而昏倒。总而言之，这里要说的是，很多曾经做过我们母亲的众生呢，他们现在很多都在地狱当中受着剧烈的痛苦。他太到了，你这要不接受呢？然后呢，最近我看我让给炸，然后呢，你今天炸到他边面让给市场就是炸了，你这个炸太阳高阳阿妈去用几把的，东海两个吧几把的，这上大的，炸了呀，你这个你这。接着，我们要对于我们不喜欢的对象，也就是可以说让我们生气嗔心烦恼的对象，也升起悲心，也要想说他们也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他东海他们的怕杀了，然后他们这当天把切过去，然后切过三把他们切呢，就是切一个老熊，老多熊全部接一块的公布的。我们要一直这样去观修啊。真正升起很强烈的心，要希望这每一个受苦的乳母的众生都能够离开痛苦，得到快乐。我们要不断的这样观修，直到真实很强烈的这样一种悲心升起为止。他大概东方老上路马大老当的，他让我们没有路把它记不到呢，这样的，没有路的东方去修的，他哪的希望你的。那当希望你的他，人家为东儿当，这说白了，什么当然的白嘛是不基本的，那没啥要的，现在天天干，人干了年的西过些要的，或白，人工干了下，人基本干年的西少的，对，那的西个东儿也白没基本的呀，人家为东儿什么当然。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些苦我们还是得要去想的。
因为这样一比较之下，有的时候你会想到，身为人道还真的是，要知足哦。那么举例来说，人道当中最大的苦就是老和死了，但是跟地狱的苦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算是舒适了。譬如说，就算病，你也有药可以治，吃了药，或者说你要这个死亡的时候，你在这边你躺在了一个比如说床上、病床上等等，就是只要跟地狱之苦比起来的话，这些实在不算什么了。啊，班长，杭州上不上来？这那个行的就听着这个烧顶多啊，听着那我这个烧，听着到就在没看见这你没有，你基本没差不多谁多啊？健身给他烧的，好的，听着那不这个，如果什么就烧差不多多啊？这个烧就听着没看见你没有差不多，哎呀。很多人会说，现在呢，看到电视上或者说广告网络上有许多这些动物的这些野生动物的故事哦，看到他们，比如说动物一个会吃另外一个动物，或者说，这个蛇啊把其他动物吃掉等等这些画面，有的人说他就感到很恐怖，甚至晚上睡不着。那同学看，同学这个烧完了，中国情况呢，要嘛的，同学了，听大概呢要嘛的。现在明朝人那见那送给情况，不能是来用的。这个那见那可看是讲早的，挺妙的，弄过来挺棒要的，从这收回来，真的还发现要的，同学真的要嘛的。那从人道来想想啊，我们还真的是比较幸运，我们不会像动物那个样子，被其他动物吃杀的时候，也没有人去帮助它，也没有其他的动物会去帮助它，或也没有所谓的制裁者。但是人道当中我们就很好，我们还有这个警察，有许多的法律规范保护着我们。所以刚刚是说从跟地狱道的苦和动物道的苦来比，人道当中是相对更好的。대양 농활게 싸워 뉴욕만 봐래. 농활게 뉴욕만 봐게 소용이 어려워. 농활게 다 대에 싸워 뉴욕만 봐게 뉴욕 말에. 뉴욕만 봐 뒤다도 쌤라 여래. 네 속속 여래. 然而，我们要看得更细微，不只是看到苦这样的表象，看到的更细微是苦的成因是什么，也就是烦恼。而这个烦恼是我们心中一直都具有着的。换句话说，由于心中具有着这样的烦恼、痛苦的因，所以我们不断的会感受到痛苦。나한테 야와 이다 준수성 게 농할 돈도 싸워대 뉴욕만 봐 동성을 해. 여자시랑 땜무슨. 여자시랑 땜무슨은 유익의 송세. 유익의 송. 당한서 밑함지 리빙의 송 말해. 다들 미루고 기부당 대요래. 얘네 뒤 유익의 송 쌤을 요래. 쌤을 요래. 나 돈도 찍을 찍사 시당 그 종아래. 야와 사실 그 동아리 시당의 종아래. 나야. 동서 유익의 송 안소를 요래. 我们说恶道有分为果上的恶道跟因上的这个恶道哦。那么果上的恶道来讲，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地狱、恶鬼、畜生这样的三恶道，这是一个结果。但是因上的这个恶道是什么呢？也就是贪嗔痴三种烦恼。所以我们说人类虽然并不是在属于这个结果上的恶道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中具备了三毒烦恼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也等于是处在了这个因上的恶道当中了。롬소소 젠데야 봐. 미남자 유행의 송세. 무슨 롬소소 젠데야 래. 所以其实只要我们心中还有这样的三毒烦恼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随时都可能这个落入到结果的三恶道上去的。举例来说，嗔心一升起，我们就落入到地狱道；愚痴心一升起，就会落入到畜生道等等。나한테 이제 대장가랑 나한테 가서 대비 백이 말이 정주소도 쌤지 사와래. 쌤지 탐지 그 동안 세주 캐랑 사와래. 내가 진주 캐랑 사와래.
所以就大开让我能心的，那个那个上面天天生锈结呢，天天我从工的。所以在座的各位都已经升起了菩提心，或者也曾经承诺过要利益众生，受了菩萨戒等等。所以我们不能够就这样子待着，或者说什么都不做是不行的。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努力跟修持修心的教法，好好的持续的修持培养我们的菩提心。那我甚至他甚至他们这个东西，他们叫啷个出来呢？让你来就他妈找我上，让给学习那个等于就给我忙不住下，我他们这是不是他们这跑的这么找那个上，然后听着上面，听着人们上面我们带过来。所以这里谈到的就是要练习菩提心的修持，就是自他相换施受法的方式，是施受法，也就是我们要领受这个众生的苦，同时要施于什么呢？是将自己所修的善、各种快乐的因都布施给他人。所以这就是这个偈言里面谈到的施受法哦。取舍法。好像俺说个没那样，那开始天天被先把养小朋友给，开始先把这个养熊熊什么起来当没些把人给，那样那开始养中国人给，开始养两把人给，这老恐怕点的中国人，恐的，老恐的中国人。中国人恐呢，中国下过来，什么家什么恐呢，中国人，叫我妈打菜的了，什么恐怕来点呢，中国人。我们说习惯的养成呢，只要达到的话，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达成的。举例来说，有的人他的心就是比较这个想得远。但有的人呢，他就是想不远，他也比较急躁，总是比较这个有这样的习惯，或者有的人呢，他比较愚痴，但有的人就比较聪明等等。这其实是一种习惯的养成，这个习惯不见得是今生，它可能是多生多世以来的许多的熏习跟习惯而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的取舍法，或者说施受法哦，那么它要配合的是我们的呼吸，或者说这里说比二乘风息哦，就是要配合我们的呼吸风息而练习。当现在我们拿等于随便跑的都清巴当，随便跑的都清巴当，最主要跑的都清巴了说吧，跑就中华样没得的人，长久了。这样一个取舍的修持，透过呼吸这样的一个练习，它也圆满具备了六度，也就是忍辱、布施、精进等等这样的修持，都包含在这个修法当中。你那空这个这不样，他都如果上去中间这个帮助人家他们让了特别的，其实。那么透过这样一个修持，也能够帮助我们达成什么结果呢？也就是达成了佛的果位，包括了断的功德跟正的功德的升起。这个生活当，我用我们南华当，恐怕不会拍吧，像恐怕的人了，甚至个团队要的，这了团队全部的人嘛都团队把个当你们当的要嘛的，你这不到都团队吧，我这都不对。成为了佛之后，我们会说，任何的一切的细微的甚至他走的每一步，他的每一个呼吸，他的每一个眼神，他的每一个视线，它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在利益众生的。我们说佛陀他没有任何一个举动会是没有意义的，或者不再利益众生的，是不会的。这道都放些专门这个无用无的人，那身边个团队就是了吧。这有一个说，我用个东人讲那，
这部上节给听，这部透不听。所以我们经典中看到佛陀记载成佛之后的佛陀，他的每一个呼吸就在利益众生了。所以我们现在透过自己的呼吸做施受法取舍法的练习，其实就是等于在因上做练习，为未来的这样成佛之后的果，所做的一个因上的练习。그냥 옥술 뭐 받아 냠도 semje tamje ge dungal junjung mo ba na ata je ba tamje ta na bu na ba na o ra ge ni ga ne na go ne chu chung ne rang la tem ba tem ne semje tamje dungal da cha song sam do gong 透过呼吸，我们怎么做观修呢？首先要领受也就是透过吸气的时候，就像刚刚谈到许多众生的各种的痛苦，还有痛苦的因，也就是各种的烦恼。透过吸气的时候，众生的痛苦、痛苦的因，都像是黑色的光芒一样，从我们的鼻孔吸入到我们全身，接着融入到我们的心间。那么这样观想之后，你就想众生的苦还有苦因都消除了。现在欧巴当然告诉那让给长寿说的是这把查查了哇，吃把吃了哇，满人都把它说呗，有啊看也把他们的是大约是大不，但是那老干部是大不，是主来这个大不，加上送呢。심지어를 차상을 또 대양 랑게 개와지 심지어 탐지를 곱시 잡아도 많이 봐. 거의 잡아도 많이 봐. 랑게 개와 차상을 심지어를 차상을 톱네. 심지어 탐지 탐지 대와도 대교단 대네 더도 상제 톱송 냠도 삼. 接着透过呼气的时候，你要想自己所有修持的善的功德，包括我们礼拜，就是诵经，包括我们念诵六字大明咒等等一切的功德，随着你呼气的时候，你就想这些善功德如同白色的清凉的月光一样，从鼻孔呼出去，然后照射到每一个众生身上，他们都得到了圆满的这些善的功德，而并不是说我将我的功德一部分分给他，一部分分给另外一个人，并不是，而是每一个生命都圆满得到了所有的这些善功德，他们也因此得到了圆满的佛的果位。那这些了，现在咱们这个东海，俺给说嘞，俺给到现在把经图送上呗，图差我到我们呢，在那高华家是不这个。接着，当我们做这样的吸气，再来呼气，而消除了众生的痛苦，而让他们得到快乐之后，我们要感到非常的欢喜。大家不听听他，两张盲目广播嘞，大家俺这个录手了，我被告诉蒙定团呢，让蒙定团给这个讲，让蒙定团给这个讲，蒙定团查了这呢，我被录手图。这样子的透过呼吸的这样的施受法呢，我们要多次的在坐中练习。那传统上来说，会有配合了念诵六字大明咒来修持，也就是念一念六字大明咒，再做一下施受法，这样子配合的练习。我代表说啥这张前上大俺这个根据把个他都给伢们了弄过片要了吧，弄过片了，弄过啷都找啊当。龙宫把人这个也把这个是他们带来用的。这样的一个透过呼吸的施受法，它帮助我们积聚资粮、净除罪障。最主要的，它帮我们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或者说很好的福德功德，帮助我们在未来修持噶举派的这种气脉明点的时候，尤其是噶举派的气的时候的修持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达成。他听过没告诉，听这现在我特别上去松堂是都老说把他们这讲，这大部现在东啊让给人让给电话现在是这大部恐怕了点呢，上去恐怕拖把的，
다들 상제 샤자 토바야 데다 부냐는 제발아 상제 토바래 마음바 상제 탐제장 데네 독지 데는 남고래 데네 독지 메나 데네 닝도 누가 렘바다 대화도 만나나 데네 무슨 데제 메나 쇼서버 가든 양도 내는 야 상제 토고 말해 시게 셈 들어서 거래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生活中，尤其在生活中的每一做法中多去这样做练习。原因是过去的诸佛，包括迦摄佛等等，也是依靠了这样子的修持，这样的大悲心的观修而证得佛果。同样，这一生的这一世的出世的释迦牟尼佛也是，未来的一切诸佛也都是具备了这样子的大悲心，尤其这样的一种勇气，去承担众生的痛苦，并且把自己的一切的善、一切的福德给予众生。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大悲心、这样的勇气为基础，我们在做任何其他佛法的修持，事实上也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所以，这样子的大悲心跟勇气是非常重要的。那呢，他听这位告诉，两边天查去，他听说呢，最近的呢，用着查伢人都。个就那么些啥话当，扬州杭州这边搞个年龄的，当然理解了，正常不年龄理解那些用的。所以这个就是坐中的一个修持也就是叫杂修二取舍比二乘风息，就是这里配合呼吸的一个施受法。那么在下坐之后，生活中要做的修持是叫做坐间修幻化，行住坐卧的时候该做的修持。这样有的时同时给他说一些，他按照他们这了，有的时到同时做的，有的时候你都没有嘛，到东港当这个没眼把中间当，在家生活的中间当，天天打看一打，基本没用啊，他们这，你都没用啊啦，这了，读书不当的西藏经要的，就是你都没用哇，sem已经西藏去。对不起这个是坐间的修持是下面不是上面的坐间修幻化而是下面的三净读善根、诸威仪持诵等等。所以，当我们练习菩提心的坐间的修持是什么呢？也就是当你遇到三种境，升起三种毒，也就是三种烦恼的时候，要将它转为善根的方式。第一个境是碰到了痛苦的境的时候，举例来说，让你痛苦的情况有很多，可能有人骂了你，可能有人伤害了你，这时候你会升起的毒是什么呢？就是嗔心的毒。扎念吧，这些吧，人家在话堂，如果先把那说话，他们拿，有种我那多少几个月，超过几个月的，已经超过几个月的，都超过几个月的。再来第二种境，生活中会遇到的情况是快乐的对境，也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了好看的形色，或者说听到好听的声音，闻到了好闻的味道等等那么而让你升起了这里的毒是什么呢？就是烦恼的贪心的烦恼的毒。一种没有看呀，满眼把给当那个行当、道当，啥当，他是家修个给了，说不着，你们也看我他们这拉，已经这么忙把几个月的，忙把给这么忙把几个月的。再来，生活中第三种对境是那一些不苦不乐的境。举例来说，比如说看到了一棵树木，或者说一个石头，或者说听到了一般的某些声音等等，它不苦不乐，但这时候会造成我们的一个毒，是指我们的痴心的愚痴的烦恼的毒会升起。这样，到宋朝了说把这他们这个听他们内陆。
강에 마시네 몽 TV 몽세 대 넘버 군속도 넘버 유단 제부 되네 유단 제부 된데 그 넘버 가리 대담제 양 마시 세 몽세 대야 所以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这样一种愚痴的状态中，也就是我们听到了声音，看到了一些色法，我们不知道它们究竟的圣意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声音、这些色相，等等，它的因缘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一种愚痴。 我内陆看着呀，马些梦，那么就近看着了，从但是看着工作不那么看着，再了梦谁定下来，那么你了梦呢定下来。不仅是对于外在的事物，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不是认识的很清楚。无论是从世俗地上来讲，身体是如何产生的，或者圣义地来说，这样一个身体的它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等等，我们都并不清楚，这都是一种愚痴。哎呀，他有了什么当有些图什么的，他就是那听不清楚个，那他不拉开个呢，给我什么啦，就过来了。 시작도 되게 오종 그 담아 되다 보게 menha 탑게 발라 때네 되게 하었습니다. 저거래. 针对这样子的三种对境，还有升起的三种烦恼、三种毒，那么在大乘的法教当中，有特殊的方法可以将它转为是善，尤其是在修心传承、修心口诀当中，有方式将它转为善根。 所以这里说三净、毒、善根。啊，那样，那么可杨树来土的，这个来老要的。有人在吧，树在吧，头呢，他了，茶花间了呀，你牛毛毛都啥子给的？对了，对呢，俺送什么东西了？大的，老板都对呢，一大个东西了，说吧，对了，对呢，从啊的，你什么在他们这了？有的，什么在他们这了？对了，对呢。 要这个要这边独家的，那什么？所以这里并不是太困难哦。我们要做的观修是什么呢？从文字上来讲不难，但你要做的观修是，你要真的在生活中，当你遇到了快乐的对境的时候，你要认知到啊，我升起了贪心的烦恼。 那么接着你要认知到，这种贪心的烦恼，它会导致你投身到恶道当中，譬如说恶鬼道等等。那么接着你在想，不只是自己，很多众生他也都具备这样的贪心的烦恼，因此受着很多的苦。所以你要认知到这种贪心它是不好的，而同时你要想到众生，升起一个悲心。他这个马上个阿妈真正什么这个都当个要的，他的那。 现在现他们这人都没法就过有，他他不做的先听小钱，他先给多少个牛毛把他们这那个多少的了，听不就是对不就是这些，就是听，还有他们这多少没法就是什么。 所以接着我们要观想，要想说，众生的这种因为贪心而受了各种的苦，所以我们首先为了消除众生的苦，我们要想他的众生的一切的这些贪心，还有由贪心而造成的痛苦，都由我来领受，都融入到自己。现在因为看到这种乐境而升起贪心，所以就融入到自己的贪心烦恼当中之后。 接着第二步要想说自己的这个贪心，也希望能够消除。甚至他们这多少没被给知道啊？那个小包店呢没法给，小包当差别给，等呢小包没那给了几个的吧？给了早的那把就这什么，给了老的那把就这什么，给了早的那把看看那就要。 然后这样子想完之后，就想说众生因此就升起了这种无贪的善心，所以这个就是
当你遇到快乐的对境升起贪心的时候，你可以做的观修，而将它转为是善的修持。노자매에 게 로단데나 지바양 땅게리 수줌야베 야보수그리 지바당 수줌예가 노자매에 게 자와라 대당 대모 교제 상 同时要想说，众生也得到了布施跟持戒的圆满，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达到了无贪。我们说无贪就是成就布施跟持戒圆满的这个根本。나 시당계에서나 면도에 받아 룰을 맞아봐서 뭐 좋네. 자서 뭐 시당계 와서 나가 내가 이제 시당계 와 주나 어다니 시당세계에 배 누자래 심지어 담들래 내요 봐라 때는 야외 동하러서 봐 두고 동하러서 봐 내리도 양고요아래 내가 나장만 말 심지어 탐제래도 다 심지어 탐제에 내가 서고 섬네 다 나랑 다 체면도 세 심지어 탐제 시당들에 계획자와 저거 삼바시 삼바당 接着第二个情况是遇到了让你生气的情况的时候，这时候第一个你觉察到啊，我升起了嗔恨之心了。那这时候你也可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上也有这样的嗔心的反应，心理上也是有这样子的生气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接着你要想的是，众生也受着这样子的嗔心，还有嗔心导致的各种的痛苦所影响着，所以而因此可能导致投身到地狱、畜生道去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我不再管自己了，而是要想啊，那一切如母的众生，受着这样的嗔心之苦的众生，希望他们也都能够从这样的嗔心的烦恼还有嗔心之苦中解脱出来。심지어 담제게 시당 담제 나의 시당들은 누가 조제 이삼 누가 곰 심지어 시당다 잘 나랑 시당들라 팀 심지어 시당에 뭐 조소 삼 所以这里怎么样消除众生的这种嗔心呢？是指说你要想说众生的嗔心都融入到自己的这个嗔心当中，而因此他们的嗔心都消除了。심지어 담제 시당에 비교해서 시당다 잘다 되는데 교회로래 수비 파로도 좀 봐라 야 되네 뭐 잘 때는 용거리 시당에 비교해서 也因此众生都具备了无嗔的这种善这种善心都升起了，那么他们也就圆满了忍辱波罗蜜。다 발발라 때문 때문인데 이제 때문 거랑 그래라 시당도 자니 그 자와양 때문 지겨요래 때문 잡서 무시거래 再来第三种这种毒呢，是指愚痴。那这个愚痴，它是遍及了一切烦恼的，或者说贪心、嗔心的根本就是这个愚痴。네 무슨 말 담제 나자는 뭐 해봤나 좀 답하라야 뭐 운동에 남말라야 뭐네 대반대 답에 제일 동아를 자와 자와 저자도 명뭐 현금 담제 그냥 자와 내리 다 도효도 내리 심지어도 뒤동안 내가요 당하라다 가라다래 누구를 나래 심지어 담제 내 매버서 싸움네 심지어 담제 그 명뭐 저 누구랑 그때 몰라 템 말고 那么这时候我们说，当自己的愚痴心升起的时候呢，要觉察到。然后就像之前谈到的，这种愚痴是什么呢？也就是对于圣义谛的实相不了解，同时也对于世俗谛的各种的表象我们也不了解，所以造成了各种的痛苦，升起了各种的烦恼等等。所以我们要想说，这时候自己并不重要，同样是如母的一切众生，他们也受着这样子的愚痴的痛苦。然后我们想说他们一切的愚痴都融入到自己的愚痴心上，而他们因此而远离了愚痴的烦恼。这时候，像所有众生都具备了无痴的远离了愚痴的这样子的智慧。
대답은 때문에 매배 개별 싸워는 되나 싫어지 바로도 쳐봐야 대래 띵도 연결해 되네 쌈쟁이 신의 상동이 그 나는 게 또 상동 대양 대래 되는 연결해 那么这种远离了愚痴的智慧，它可以说就是六度当中的智慧波罗蜜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也可以说它就是禅定的基础，尤其是禅定当中止跟观的禅修的基础。다 대내상으로 당 동나 디버삽세 뭐야 다 그래. 너무 상제 좀 되게 구두라 미 디반제 텐데 답에 디바 빠도 뭐 망보사샤 뭐 동서 디바 타오로 맞아 다 타오로 맞지. 그냥 거 사바 우투. 야다 나도 디바제 심지어 싫어 망보여 그래서. 예. 그거지. 어쩌다도 심지어 빠도 매봐. 디바 망보여 그래서. 야, 다 코페 우투 셈도 없이 붙지. 당 디바 빠도면 현자 탐도 디바 타오로 당 하다 가르나리. 녀를 잡나죠. 현 디바 타오로 셈도 사바 깨지 좀 제발 때니 그런 거 지금 디바 빠도면 뭐 깨지 그 타오서. 마무 요아레스. 저랑 세게 말했어. 저랑 좀 맞이들 들이 봐. 맞이들 아저씨도. 저랑도 디버지 빠도면 마무 요아레스. 야, 다시 나타면 디버면 게리 로쇼. 장하다 영화를 잡나죠. 가르나레 삼. sem도 디버 또 좀 깨지 그 타오서. 디버 빠도면 깨지 그 타오서. 这样子的净读净读这样的善的这种善根的修持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净除很大很大的罪业哦。那我们有一个公案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造了很大很大的罪业，他简直是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够净除他的罪业。那他就跑去请问佛陀，就问佛陀说：世界上还有人像我如同我的罪这般的重吗？结果佛陀说有的，还有很多人都是造了很多的重罪的。这时候，结果他听了之后，他升起一念善心，说：哎呀，希望这些人的罪啊都能够消除，我入地狱没关系，他们都能够清净，不入地狱能够解脱就好了。结果没想到，就是他这么一念善心哦，结果反而让他净除了所有的罪业。 대답을 얻었지니 다 우동행이 까망하게 되나 그렇지 까망하게 너무 뒤로 봐서 那么接下来我们做5分钟的禅修，就是刚刚谈到的施受法哦。那么透过了你的呼吸的方式做5分钟的练习。